主席，本人毫無懸念，係全力支持政改。咁多年嚟，其實最想嗰個政改係能夠有發展嘅係泛民啊嘛。今次泛民自己去拉倒呢一次嘅機會，其實顯示係佢哋嘅一次失敗，成個談判都出咗問題。從手法、策略、內容、方向，今天我聽到嘅都仍然係錯嘅。我認為自從司徒華先生逝世之後，泛民裏邊係冇人有能力去用一個合理嘅方式去令到佢哋想爭取嘅嘢能夠合理嘅向前走。劉慧卿話唔可以接受淨係做王者，但係你哋細心啲諗下，其實如果政改能夠行第一步，令到泛民嘅支持者有4成到5成嘅選民能夠到做王者，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你哋其實最唔中意嘅呢個方案就係話你哋自己唔可以派出你哋嘅特首候選人，但係你哋又提唔到更好嘅方案，係可以說服到中央、說服到香港、說服到2/3立法會議員。仲有啊，即使真係你哋要提到方案，設計到你哋可以做到特首，我相信好多人會好驚。俾你哋做特首，香港會變成點？唔止民粹啊，可能渣都冇啊！真係可能變成好恐怖㗎。如果你今次否決政改，你咪繼續又用返現有方案，可能你哋先至係代成世係代現有嘅方案。再問一次，你哋係咪真係想否一世呢？我呼籲大家，泛民嘅朋友唔好白白放棄咗歷史俾我哋嘅機會，唔好堅持一定要自己去成為嗰個特首，可以係掌握做王者嘅機會係非常之唔錯嘅。